未來的東區中興5路、中正路2段範圍，就是好市多台南2店的基地。頂雖然樂觀其成，不過嘛煩惱賣場啟用以後，衝擊附近的交通，影響原本平靜的住戶。所以議會財經委員會拄來邀集業者以及財稅局、交通局實地到場會勘，確保市府、企業甲市民三贏局面。同時嘛，召開座談，甲業者面對面溝通，如何能創造最好的經濟價值，對鄉親市民創造最好的這個所謂的權益的把握，以及呢，盼望它的負面交通問題能夠影響的這個所謂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。站在一個民眾角度，非常樂見其成，我們的 Costco 可以進軍我們的商市，也是我們所謂的副都心。因為 Costco 是一個國際知名的企業之外，除了他們的物品大家都滿意之外，其實他們對員工的福利都相對非常的好。我想一個企業願意對自己的員工好，一定是会願意重視地方民眾的聲音。是自助式的，但是你的加油站在一開始開幕的時候一定會大塞車。我雖然說是會員卡，但是我們的年輕朋友其實也很期待啦吼。所有地方關心的焦點攏放在營運以後的動線、停車配套、交通維持計劃等等。對此，市府強調，在2026年3月底正式甲好市多完成簽約，引進高達45億的民間投資來打造台南2店一案，一定是嚴格把關。好市多未來在這個案子提出來的各項的交通啊，或者是相關證照的申請的審查的部分，那我們市政府都會嚴格來審查。會中業者強調，在選地投資以後，就商業的利益期待前景超過50檔，所以整個規劃設計一定是做頂真。除了目標在2028年熱天開幕，為了降低交通的衝擊，佮加增建一停停車場，所以總共4停有汽車1006席，機車434席的車位。多蓋一層要多花900萬美金。對，所以這都是我們去跟美國去要來的錢，因為我們都知道，會員沒有感受到滿意的情況下，他不會繼續成為我們的會員。那我們也不希望對於周遭的鄉親會有什麼交通上面的疑慮。另外一個焦點，則是規劃南台灣首座好市多自營加油站。業者強調，因對2015年開始，汽油就是其中一種商品。目前新莊、中壢、台中攏有，都希望提供更完善的服務給南部鄉親。不過有關規模的大小，定攏需要等待市府審查才會當設立。台灣新聞軍集採訪報道。